議員王雪茂在總質詢指出，今年大興野區的議員釋出各減一色，凸顯的就是該6區人口持續流失，一當減少2300多人的警訊。當然，少子化是全國危機，不過如何對產業投資來增加社會參與？親像西港甲新化，都因為南科產業人口外溢增加，所以會中具體提出活化新野糖廠，串聯產業金三角來發展無污染的機器人照相電視中心，並參考美國匹茲堡產業聚落的成功轉型，讓新野成為後一個匹茲堡。從109年到113年，我們大概每年減2000人，甚至人數是逐漸擴大的。快速的在流失，從去年到今年的4月，我們一年就減少將近2300人。其實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假設我們再沒有任何的因應措施，或者是說在市府的大力支持下，我們這個大興地區就會很可怕。我們有金三角、六甲、沙崙跟這個柳營。接下來我們的新營的這一塊呢，未來就是我們機器人的招商的基地，還有展示。那以匹茲堡的案例來說的話，其實還不止這些啦。展示跟教育的以外，我們其實還要結合我們的人才的基地，還有技術的升級。那廠商的部分的話，其實就機器人的這個領域來說，其實我們廠商裡面都有各個關鍵零組件的生產製造商，還有系統整合商。那未來呢，我們還會想到就人工智慧的部分，這個也要導進來。大家知道機器人无人機的組裝，然後研發是沒有污染的，但是它需要用電。那但是新營工業區又是不是新營工業區，台糖新營廠又是一個乙種工業區，它本身的台電是準備好的，只是你現在沒有生產。所以如果有企業進駐之後，要接電去生產，是馬上水到渠成，用水又電，而且一個利基是它比其他的工業區還好的地方，是它出了廠區就是市區。雖然少子化是全國的衝擊，不過市長以台積電員工的生育率是全國平均的5倍，顯示產業進駐對提升社會參與有正面影響。所以市府如何在經濟發展、空間規劃以及公共資源等層面來提升大興野人口，市民都在看。台南新聞，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。